本地对摆开始，大有真侪中共军人目前因的军事活动暂停，国防部也改度改变，而且公布监控解放军的画面。有诈骗集团假造是 AIT 的网站，海边将其提供资信用卡，予人套路。另外，台南医疗机关接到诈骗的简讯，目前已经报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4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卫福部昨有公布霸凌案调查和听取的结果，8件申诉案内面，敢若3案呢，这霸凌有成立，7个人受到听取。在野党的立委就批评讲，这份调查是官官相护。立委陈昭主就骂讲，这主任秘书叫同仁去行底路，竟然不是霸凌，那要求这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要重新调查，那准唔就要落台。卫福部这场霸凌案一直变，12公布调查结果加处罚，不过8件申诉案，敢若3件非主管级成立，其他3个市长敢若因为督导不周，互人记过还是新改，互外界质疑罚伤轻。民众党立委陈昭主13质疑官大都会当为非三做，卫福部主任秘书叫部属去死，竟然也无构成霸凌，批评甲劳动部讲的目的良心差不多，要求卫福部长邱泰源重新调查。连谢宜荣的叫人家跑步都被认定是霸凌了。所以我想正告邱部长，看你是要好好的重启一次，把调查报告写清楚，还是请你下台。另外，当教市长要求当人霸行健身侵渠，也予卫福部调查认定无符合霸凌的要件。不过，国民党立委苏清泉批评卫福部本身是医疗主管机关，敢讲唔知影什么叫做行文机用改正审。互人点名的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已经用上严的方式调查，会尊重调查结果。我们在医生的角度来看，如果做到超乎他的能力受限，或者是突然做一些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那个横纹肌溶解症。经过那么多深度、广度、高规格的调查的结果，我们一切都是依规定来办理，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要尊重这个调查的结果。邱泰源无正面回应是不是重新调查，不过强调一切公平处理、依法办理，绝对袂压糊。国民党立委也是立法院卫权委员会调委苏清泉是讲，已经安排卫福部后礼拜10日到立法院卫权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中共对8月开始就在台海附近安排真侪海警也有军舰，但是海巡署呢是用1对1的方式专程监控。中国海警船有9只，一直到今仔日半暝啊才来离开。但是参谋总长梅家苏昨日去到国防部应变中心，统领解读国级应变中心开设，这代表中共大规模军演活动告一段落。国防部今仔日也公开国军演练，甚至是这监控到中共军舰的画面。在海上正无好情形之下，海巡人员提调下，注意伫平衡监控中共海警船的结案栏，双方伫上近就海里气氛紧张。中共初告开始伫台海周边部署9只海警船，海巡专程应变，无互对方政治键盘在水域内底，一直到13透早全部离开。日本防卫省也公布整合6只中国海军舰艇穿过沖縄湾本岛甲宫古岛之间的海域，登去东海。参谋总长梅家苏12去国防部应变中心统领解读各级开设，代表中共大规模军演活动结束。国防部了后公开，海陆空军执行实际演练甲国军第一时间监控强大的海空画面。在屏东潮州空港场这2天例行山训，是13空运出机为空中飞过规排线边跳落来轻过路民众眼光。虽然共军这摆无宣布军演，不过美国在台协会指出，听到已经甲过去大型军演规模同款，不过不认为是针对赖清德总统进前错放过境，佮呼吁中国避免任何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挑战行为。中国国防部回应，是不是举行什么时阵举行演习，由共军自身需要甲斗争形式自主决定。We need to be clear-eyed about China's ambitions. China is bullying Taiwan and pursuing access to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in ways that could cripple our societies. 新政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伫礼拜公开讲话，警示北约爱看清中国的野心，要求中国咧加强军备霸凌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有甲美国买108台的 M1A2T 战车，头一批38台有风声讲，今下晡已经到高雄港啊。军方是家列作机密袂当翕相。这款战车奉叫做是地面上上介强的战车，这型号顶头有一个 T， 就是代表台湾，是美国为台湾特别定做车型，会当使用这火力正强的战车炮，安装部署伫北部，要来强化着首都的防卫能力。大型货柜船13下晡驶入高雄港，传出顶管在南向美国买第一批38台地表上强战车 M1A2T 战车，不过因为牵涉国防机密相关资讯保密，可能的下载时间点要禁止空中掠影禁令。这是国军继30年换新战车，会由陆军团接装，未来108台会部署伫北台湾，强化首都卫戍量能。M1A2T 车身是复合式增加，防护力悬，而且有真好的机动性。搁在火力强大110公里战车炮，加体悬接战效率的打箭系统，应付国军地面部队有更较悬的战场主动权，成做滨海决胜、拖hand占地的关键。确认完目标，然后让炮手接战。然后炮手接战的同时，车长可以运用它的独立热像仪，再跟下一个目标接战。所以它拥有比传统战车高上非常多的交战的效率和能力。如果单以刚防护能力来讲，我们知道 M1A2 其实是过往战车的好几倍。在面对现代化的反装甲武器的时候 ，M1A2T 是有机会能够存活。那很多时候它甚至可以挡下很多攻击。伫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进前，伊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证实，已经替赖清德总统转交护函予川普。佮指出，川普了解台湾的安全条件，不过也认为台湾真正较深，未来台湾可能是要对美国买大量军备。He sees Taiwan as a very rich country, and so I don't think he would underwrite, Taiwan's defense anymore. And so I think the Taiwanese coming, the ROCs coming with big purchases of U.S. weapon systems to balance out the trade deficit. 欧布莱的讲法也呼应川普真侪摆表达台湾影响美国赴防务费用的态度。欧布莱也评估川普2.0的延续战略模糊，不过伫各界行政人事布局方面有真大的天大力头。记者综合报道。这诈骗集团是愈来愈好打，即马有这诈骗集团叫做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佮偷用因的 logo， 调民众走去这假网站遵照指示写个人资料、信用卡等等呢，想袂到过长工就去互偷入9万外块。而且最近台南有机关收到讲，这检察官当咧查这诈领助理费的信息，要求讲要加这机关的赖或者是讲电话，目前已经有人去报警察咯。想到要去美国旅游，真侪人拢会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站申办美国 ESTA 电子许可。不过有民众伫网络敲找到 AIT 的网站，写个人资料、信用卡的卡号和有效期限认证码，但上尾煞显示申请失败，过两天信用卡佫出现97000外口的不明消费。看那个网址看起来比较正常，这样就是除了注意你的 email 前面的这个人名之外，也要去注意他平常那个电子邮件的这个结尾有没有做一些变化，跟他平常的不同。原来是有诈骗集团假做 AIT 的网站骗民众的国资 ，AIT 的官网就捌提醒讲要严防 ESTA 的诈骗，跟着申请费拢是21块美金，没有别种介绍。警方讲有的代办网站并无得到 AIT 的许可，但所甲网站做甲和 AIT 有够像，趁机会对中来收代办费用。民间所谓的代办公司，他收的费用，他就要收服务的手续中介费，可能是2倍，可能是10倍。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它后面一定是.org.tw 这个部分才是它的官方机构。诈骗唔那是骗民众，台南有真侪民代嘛封锁定，因小连续收到检察官在查你诈领助理费的信息，要求加赖也是电话，佮惊讲会当来倒处理。有人举报我们的诈领助理费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们是不怕啦因为坦荡荡的就不怕查嘛，就发现说还有 QR code 的这个 QR code 嘛，第一个想法就是诈骗的。它上面还有留他是某某记者，还有下面的电话。那其实我们有打通这一通电话去，他确实是有记者这一个人。可是这个记者说，他其实很困扰，他是被盗用的。宜兰今年通报防诈骗的金额是超过16亿，先讲甲动落来的有1.9亿。宜兰县政府邀请艺人李小花做反诈大赛，分享家己相片红偷用，还卖将骗走3万块的事件，提醒民众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会今日三读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那最因为插脚造成这球员拍假球，妨害到运动比赛公平者，相当会当关到7年，罚3000万。今日立法院三读通过运产条例修正条文，强化台湾运动防止拔脚机制，而且有增加那准使用这威胁、压迫、诈骗金钱，或者是其他非法的方式，妨害到运动比赛公平者，相当会当关到7年，罚金呢是1000万，罚到3000万。宜兰县消防局伫咧2022年到23年之间呢，有这消防分队发生3件的性骚扰案，其中有受害人或者顶死刁难压迫，造成伊的身心创伤。这监察委员叶大华今仔日就表示，相关案件调查的时阵错误引用法律，而且无依法保障女性消防员的权益。监察院呢也已经通过纠正宜兰县消防局。加害者他知道我是在洗澡的情况下，他偷潜入我的寝室。我要离开浴室回房间拿个东西，所以我在没有穿衣服、毫无防备之下开门。宜兰县消防局伫2022年到2023年之间，所属的分队是小连续发生3件性骚扰的事件。第一件是查某消防员伫换衫和洗身躯的时阵，疑似被骚扰和偷看。监委认为讲，消防局调查的时阵，佮错误引用法规，受害人甚至被施压。监察院初五通过纠正宜兰消防局，而且请宜兰县政府来议处。他们在处理相关的这个案件当中，并没有依循性工法的这个有效必要的纠正处理措施，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事实的状况，然后立即做有效的隔离跟补救。另外，也对于能不能请工伤假的事情，有很多自己认知的问题啦，所以没有依照这个相关法令的程序来做完备这样的调查过程，所以让这个相关当事人觉得受到二次伤害。另外2件分别是2023年3月，有查某消防员伫室内困和换衫时阵被偷袭；另外同年5月，有性骚扰事件，涉及新北和宜兰消防局下关市。叶大华认为讲，2个单位拢无采取补救措施，而且当初宜兰县消防局性骚扰调查小组成员拢是内聘的，无专业协助明显违失。对于监察院的纠正，我们县府当然会予以尊重，我们也会依照内容来做相关的检讨，让整个不管是制度面或是执行面能够更符合这一个法令的一个规定。叶大华嘛提出讲，内政部消防署应该就这个案件来检讨改进全国各消防机关针对下性别案件的申诉调查处理流程，落实性别友善环境的建立和消防员工作的权益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有影喊挂这台中南屯这中央路永春南路路口，半暝1点外的时阵，有一个22岁民众伊驶休旅车撞过红灯，弄到一台烧载乌托邦，佮甲这2个民众交过去，受伤真严重。警方即马也已经抓到这个嫌犯了。监视器拢有翕落来，白色休旅车驶正紧，撞过车路，含这台乌托邦烧弄，骑车的2个民众倒伫涂骹，驾驶也拢无落车来看，电倒是赶紧离开现场，佮甲这2个人交过去。因为弄到落来遮掉咧吼，2个人倒伫啊，拢交伫车底。阮搭滑的时阵，伊佫擘裤倒交入去啊，佫擘裤出来，佫硬出来。救护车赶紧到现场，将2个人送病院。细楼的民众骑乌托邦，伊伤势较严重，真侪所在骨折，也若互伊在生气女性是真侪所在挫伤，搁伫咧病院治疗。13半暝1点外，调出22岁姓黄的查甫人，伊赛车经过台中南屯中央路甲永春南路路口，就可能是撞过红灯，弄到这烧载乌托邦。这2个民众互伊卡伫车底，就算边仔民众一直喝休爱伊停车，调出驾驶也是甲这2个人交过去，做伊来逃走。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撞到，应该是这里的，他有压到一个拖行拖到那边。警方锁定查甫人的身份，去到睡厝的所在抓到伊。伊也辩解讲，迄天天色真暗，唔知影家己有去弄到人。肇事驾驶向警方供称，有发现车子有被东西敲到的声音，以为是石头敲到车子。而其认为没有什么事，就直接驶离。警方有对双方做酒测，排除有食酒赛车的情形，也若调出原因，阁需要调查。调出驾驶也奉依照调书道依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也针对弄红灯的部分依法依法。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是这度假过冬的地点，潮州建基圆环常常有这影啊。不过呢，这是鸟仔屎放假满4个，今年比去年更加严重。就专家建议讲，会当伫咧这市中心较外围的所在呢，有一寡电线互影响，减少人和影的冲突。青色的人行道甲车路密的白点，这拢是歇伫电线顶悬影放的屎，停较久的车搁较惨，规车顶拢鸟仔屎。有时候客人他来买东西，他们的车子会滴到鸟屎。滴到鸟屎。对啊。那没办法哈，他赶不走。他赶不走啊。因为都是那个味道啊，而且出门都要戴帽子或撑雨伞。就是时间到的话啦。出外防范鸟仔屎攻击是屏东潮州镇建基圆环附近居民甲店主日常的工作。由民众11月初70甲11月回乡的时阵，发现建基路、延平路规涂骹的鸟仔屎，也有电线歇满影仔。屏东是度假过境的地点，8月都会有影仔飞来遮，高峰期大部分伫春季。今年罕见的甲12月，也有大阵影仔伫遮，数量增加，搁集中伫建基圆环附近的电线顶悬。动物它是随着温度。气温在迁徙哈，那镇公所也是基于说，我们在环保这个议题哈，在保护动物的议题上，我们没有去做强制上的驱赶。镇公所讲，冬季时阵真接款规定的影仔，因为爱护动物袂甲赶，而且厂商较食摒扫。学者伫约，这阵影仔应该是中国日韩飞来遮过冬的，会当闪开黄昏的时间经过，较袂去互鸟仔屎滴着。都市里面因为有人工光源嘛，温度也会相较于郊区比较温暖。这个物种本来就跟人类的聚落是没有关系的，比较不会影响到人车的地方去架设这种电缆线去试看。想要解决影仔屎扰民的状况，学者嘛建议，伫干扰较少的所在设加电线，互因休困。也因为影仔生团的数量我都估计，无一定逐年拢会有这么大阵的影仔伫遮。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民众一直收到红单，伊爱家己去申诉，向机关订正了后，才发现讲中户开单有2000多张。台南市交通大队表示讲，是因为因的价配系统出问题，这部分因会赶紧改善。提出邮局件的违规罚款单，去用寄发的相片是同款，不过详细看，民众10月份就收到罚单，无想到12月又搁收到。同一件违规，刷6人处罚单，互民众怀疑是诈骗。可是我已经去缴过了，你们都没有记录吗？但是违规是我们的不对。可是当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政府是怎么办事的？真的是很困扰，因为你申诉虽然讲申诉啊，但是其实不容易啊，通常失败比较多啊。民众打电话去交通事件查决中心问，佮要求爱提出申诉，找上议员的定情。初步查大概2000多件啊。那2000多件的话，你给他算啊，重复寄2000多件的话，一张28块，这也是一条钱呐。那是不是真的是2000多件而已？我认为这个还要让邮局去查证啊。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解说，主要是邮件送达了后，爱将邮寄的状况汇报厂商。不过这次煞无接到汇报，厂商是因为红单2个月内有效期，才会第2度送达2道通知，只是确保当事人有收到通知单，为中户来处罚。邮局的邮务系统，它并没有回传说，我们9月份所寄的红单已经有送达了，所以我们才判定说，这批红单要再寄第2次的寄送，才会完成送达程序。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表示，目前初估中户开单的案件大约2000多件。如果若有已经纳的红单，是无需要搁纳，嘛无需要申诉。另外后续会加强邮件寄送的客查，嘛向监理单位实施追踪红单结案的状况，避免产生第2次邮寄寄送的困扰。记者郑俊台南报道。今年一届台北马拉松礼拜就要举行啊，一届有28000的民众参加。不过迄天呢，拄好是拄到这大陆冷气团，到时阵呢，这北部地区低温可能来到11度。就这心脏科医生提醒讲，上过激烈运动加上凶变天，将有可能会有心肌塌抑个破心的风险。民众咧选马拉松的运动用品，真侪民众拢是对长远的开始看，试穿看卖敢会烧。今年台北马拉松礼拜是特别举办，这届台北马拉松拢总吸引28000的民众参加，是有史以来上侪人参加的一届。参赛者遮尔热情，大陆冷气团嘛来到热烈。根据气象所预报，礼拜北部温度可能干那11度左右。有马拉松的专家嘛提起选手一寡因应天气的好撇步。
台北马的话，你的袖套跟手套是必备的东西，对。那保暖的话，大概基本上有这2个东西应该就够了。那下雨的话，就是不要停脚，努力的跑就好了。之前夏天就很简单了，穿个短袖、穿个 T 恤就可以了，但冬天就稍微保暖一下。天气遮寒，医生嘛提醒低温甲早暗温差真大，拢会造成血管收缩、血压较悬，增加心脏病、急性中风的风险。呼吁毋但是参加马拉松的选手，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侪伙人，拢爱注意温度的变化，爱穿好少，补充水分。马拉松或是像登山啊，或者是像是水上运动等等这种话，通常这种比较极限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突发性的心肌梗塞，或者是突发性的心律不整，好，甚至是说有一些可能是突发性的一些血压过高导致所谓的脑溢血或是脑中风的一个情况。也那针对礼拜马拉松，医生嘛表示，特当的冬季马拉松比赛，拢2至3个病人因为抱心、心绞痛、中风等等的问题，互人送到病院。医生嘛提醒民众，伫咧赶人走马拉松进前，一定要先到病院找医生进行评估，避免危险的心血管病症熊熊压起来。记者阿选柯秉哲台北报道。美国《时代》杂志昨公布年度风云人物，是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搁再提到，这是伊摕第2届咯。川表示讲，伊真介意这项任务。川的高级团队也证实讲，有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明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不过，中国外交部确实无任何说明。为纽约交易所开市敲钟，美国准总统川普12这天下当讲是非常请缨，因为下当伫遮敲钟，可认为是真明显成功的代表之一。而且美国《时代》杂志公布的年度头人，川普伫2016年头一届当选总统了后，第2届摕到这项功用。It's really been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nd I have to say, Time Magazine getting this honor for the second time. I think I like it better this time, actually. 时代杂志对1927年开始，每一年都会选出年度头人。除了川普，今年其他9个进入决选名单的候选人，包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科技大头壳马斯克等人。过去2届摕到公用的，包含前总统克林顿、小布希甲奥巴马。川普是正做第4个人。历史上唯摕到3届的是带美国第2届拍败纳粹德国的美国前总统小罗斯福。这个公用毋是干那颁予正面形象的人物，所以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就捌伫二战爆发前1年1938年摕到年度头人。也那川普的就职典礼会伫明年1月20日举行，过去毋捌有外国的领导人参加。不过川普的高级团队证实讲，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甲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拢受邀请出席。President Xi as well. Very good relationship. Thank you. 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It's going to be up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decide who's going to sit with him there at the inauguration, who's going to be there. We've worked really hard on this most consequenti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习近平敢要出席甲较真，不过美国的媒体认为讲，可能会拒绝川普的邀请，因为出席的风险上大。毕竟西高身躯边会坐满对中国硬斗的国会议员。另外，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也证实，川普并无对罗西亚总统普廷发出邀请。公司新闻定为人朋友。特别落任的美国总统拜登12宣布，特赦39个非暴力犯罪的犯罪者，1500人来减刑。也因为拜登伫咧2礼拜前呢，才特赦伊后生汉受到这个共和党甲民主党的批评，所以这届特赦搁再引起议论啦。就伫这个月初宣布特赦第2后生亨特了后，美国总统拜登12个特赦39个非暴力罪犯，佮对将近1500人减刑。当初美国总统一日特赦甲减刑人数记录。The 39 people who were pardoned today were mostly convicted of drug offenses. They were all nonviolent crimes, and the people who were pardoned have turned their lives around and become what the White House says is, their model citizens in their communities. 拜登伫声明中表示，这伫新冠疫情期间为防止病毒地球中快速传播，选做国家加禁的犯人，将做一摆减刑的对象，因为因已经成功融入家庭甲社区，佮证明因值得第一摆机会。进行拜登幕僚的建议，伫准总统川普明年1月就职进前，对部分现任或者是前任政府官员发出有风险特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还未对被控罪人发出
出全面特赦，是毋是可能引起政府不当行为质疑？北京也烦恼可能遭到特赦对象拒绝。The president said in a statement Thursday that more pardons were coming. It's not clear whether or not that includes preemptive pardons, which are being discussed at the White House for people who investigated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拜登表示，未来几礼拜采取更较侪行动，佮继续审阅特赦申请。有伫前透露，拜登无聊咧讨论是毋是应该全面特赦前总统川普政敌，来保护因免受川普威胁的保护。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因为气候不稳定，害这咖啡豆的产地，包括着巴西、越南，因的产量拢减真济。加上中国等国家的需求量增加，这介绍是贵的起起哩。阿拉比卡的这豆仔呢，介绍出现这47年来新高，平去年是起8成。热带中海部地区因为济雨、湿度悬、加较凉的天气，适合种咖啡树。全球上受欢迎的阿拉比卡咖啡豆主要生产国伫巴西甲越南。不过，这两个产地伫几个月之前遭受严重酷热、大水雨这真歹气候影响收成。亲像巴西产量就落10.5%，印尼咖啡豆产量也减少10%。切查阿拉比卡咖啡豆伫国际市场的交易计数，请到每磅差不多450克的豆爱3.44美金，合代票112块，打破1977年创下每磅3.35美金的历史纪录。迄一年巴西大势摧毁咖啡树总共伫过去这一年阿拉比卡咖啡豆交易计数已经去8成以上。Con todo lo de las noticias, que ha subido el café, pues ha habido mucho incremento pues de trabajo, de todo. Hay buenos recolectores, hay unos que se hacen en el día 200 kilos, cogen y pues todo ha ido pues como incrementando muy bien. Y el actual precio del café siempre nos favorece harto las ganancias, siempre se ve la plática así. 除了产量减少，需求量提悬也是计数起的原因之一。亲像中国的咖啡消费伫过去10年增加超过1倍。越南咖啡目前表示，目前市面上咖啡饮品计数也无起价，因为行豆的生理人打算家己吸收。亲像这种情形未维持伤过久，真侪品牌咧考虑明年要起价。亲像意大利咖啡品牌 Lavazza 就准备明年中进行有关计数，却朝伫起价时阵包装寸草会变色。另外，星巴克也被起价，因为咖啡伫因最后的消费计数当中占比只有1.4%，目前还阁有承担原料起价空间。公司新闻新竹报道。讲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要举行，就风声讲，这上海市的代办主任金梅，也阁有9位中国记者，审核部通过，陆委会也无通知讲，敢有需要补件无？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遗憾。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要伫17正式开始，上海访问团102人，按算伫16到台湾，陆委会进行有条件同期举办，各要求部分名单爱补件。不过说团出原本要随团的上海市代办新任主任金梅，加9位中国媒体记者审核无通过，第一时间也无说明原因。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画下陆委会开大门行大路。去年我率团到上海去，也受到很好的接待，进行市政交流非常的顺利。今年上海团来102人的上海团，我们也很希望用同等待客之道，让他们全团进到台北，顺利进行市政的交流。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遗憾。我们要对台湾的民主韧性有信心。昨天晚上收到回报说，这个许可证的合法90几位。大概是这样的状况。台北市府政是确实少10个许可证。今年6月中，迄时阵上海代办主任张晓敏就派出上海访问团到台北为双城论坛探路。即马新任上海代办主任金梅等人审核无通过。台北市府表示，希望陆委会应说明原因。是刻意阻挡双城论坛的举办，完全是按照民进党的情绪在办事，也凸显了民进党的酸葡萄心态。而按照过去双城论坛在上海举办的经验，
不管是随行的幕僚官员，又或者是随行的媒体，通通都放行。这也凸显了民进党呢是完全践踏民主自由。全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的民主的韧性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蒋万也不用去针对审查的部分故意呢乱带风向，那过程中必须要严谨。如果有一些行为脱序的话，那到时候造成的一些意外，是不是又要怪这个陆委会审查不够周延？咱的机关有无共款的意见？到这个进程，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敢简单透露，对访问团无主动拢是欢迎。记者综合报道。太阳能电池的制造厂中美晶昨是传出讲要求员工对1月初开始请特休假，请到旧历过年，引起关注。今日董事长亲身出来回应，伊是讲这是因为这太阳能电池的订单无理想，进行劳资沟通，协商对这1月初到旧历过年的短期休假调整，目前是还未定案，也尊重员工是会当请这特休假，或者是依法通报施行无薪假，大概有100名员工受到影响。中美晶昨日传出，既然厂电池生产线员工为1月初7开始爱特休假，农历过年。那报告已经有指，中美晶13发出中信澄清，劳资会议是讨论新兴生产线目前营运状况，无造成决议，也无强制员工特休。董事长施秀兰亲身回应，因为太阳能电池订单状况无理想，存货过悬，所以进行短期休假调整情形。我们都是尊重同仁的看法，如果不能够特休不能用，那当然就变成是会无薪休假，所以我们会让同仁自己去考虑，这个是第一次的协商。因为订单的问题，所以从明年的1月7号到2月4号是要停工。那这个员工的特休是员工排定的权利，所以雇主不得强迫员工来排定特休，所以我们会即刻来进行了解。中美晶强调，建议员工先用特休是考虑月薪假，而未奖金被拍折，不过无强制，也无定限。营运方面展望年后，希望政府应加速放行过来供电案场。另外，集团也在加速开发美国市场。专家分析，全球太阳能产业拢受中国倾销影响，大厂也同款。中国是掌握了这个整个世界大概就是所有相关设备将近90%这样子的一个市占率。川普上任之后他可能会在相关产业可能进一步去中化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其实转进的机会。劳动部要求地方主管机关劳检，认为资方被动就轻，已经针对德考甲宜兰等所在交由地方主管机关劳检，若发现违法，相关应加重罚到15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的这个老田区，有农民发现讲，因无把这水引入来淹田，想袂到这田却一直有水分出来，无多芳田，会影响到明年的早冬稻。那地上乡公所也表示讲，因为这田区的水伤过济啊，明年过年期间呢，这老田景观区就无多看到危害啊。地上乡老田景观区的稻田出现水一直为土骹浮出来，农民想要种地拍土才能补田，不过水流未煞，种地效用无大。农民讲过去无发生过这种情形，不过离补田期剩个外月，烦恼会影响明年一期稻作的品质。有担嘛是会当补啊，迄是警察稻啊较袂水，你无拍稻啊。那一块地已经做了差不多6、7年了，都还不成这样，就这次台风才这样。农民初步估算有100多公顷的稻田不抓水出来，怀疑可能是10月份拄到连续2个风台大水雨，今年地冬果特别多，造成地下水流改变，而且田区淹水也影响地上乡公所补助农民种油菜花。明年1月过年期间，地上乡这所在就看无规片危害景观，那安尼员工可能也连带受影响。水过多，涌泉过多，油菜花籽撒下去也没有办法存活，会被淹死哈。明年过年应该会多少会造成一点影响。地上乡公所表示，今年风台已经造成地上1000多公顷二期稻啊受损，即马稻田区阁不出大水，影响明年一期稻作补田期，该能等水自然流失。公所强调，会密切注意明年稻作成长，协助农民降低损失。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的气候是安尼变来变去，害真侪果子的产季去迁掉，产量也减少真侪。其中台南的枣啊，10月是浪费时间，所当着这大风雨，害今年产量敢若5成尔尔。农民也预估讲，若准这需求量大，继续会起5成。另外讲到这柑仔蜜，也因为这雨水济关系，今年小涨也变较济。树仔顶的蜜枣000个把水，看起来真好食款。即阵当是采收期，不过今年小林煞有4个风台来扰乱，致使农民买好无目屎。最后因为今年雨水高，兼风台跟晚来，影响到开花期受损，关庙蜜枣结果率对半减，农民无奈讲这是近年来上严重的。无盖好啦。因为拢大部分风台过去拢发一寡迄幼芽啊，足济啦。所以吼。拢直直加啊，伊的果较无法度调啊。总产量的话，大概只有5成啊。如果以过年前采收的品种的话，预估最高只有4成而已啊，甚至不到4成。有些农民几乎都没有果实可以收了，他们就等待那农历的立春，就直接整个树就全部锯掉，让它重新生长了。赶快受到气候因素的果子，也叫柑仔蜜。林地区农民指出，本正今年9月就要种栽啊落去。不过，迄阵风台来甚大雨，田仔地上过湿达，无法度种，才搁延后1个月。那产期前着，就连柑仔蜜的量嘛减少3成。整体方面就是会生较歹小款。安怎歹啊？譬如讲会安怎什么款的状况？小涨小较济。一个是它可能生到第3趴花个生袂起哩啊。你若去浸着水，伊个会连伊紧个会受伤。受伤伊个大袂起哩。今年气候佮加上平塘海酸长农作物，这互未少果子的绩效一直咧起。那以台南蜜枣来讲，今年爱延后2礼拜，正月中旬才通食着。那柑仔蜜爱搁等到旧历过年前后，这项才有量。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要让绿色团体当感受到社会温暖，新竹的德仁市产民间团体办200道提早互因食买价。主办单位表示讲，这几年来这关不了价钱，还有人工是直直起价。本地一道爱2500的成本，即马变做是4500啊。变做爱心的成本，确实是增加不少。香港的芦笋丝、有油粿、白菜肉，大项菜色看起来真澎湃。不过总铺师讲，这几年来，无论是食材也是人工成本，价钱是直直起。拢起增倍了啦，差不多增倍了啦。你种青菜物件，较早一斤差30-40块，即马才70-80块咯。肉起差不多20外块了，一斤起到10外块、20外块一卡大。新竹德仁市甲爱心机构合作，连续16年请绿色团体食爱心买价，今年办买我200道。主办单位指出，因为原料起价关系，过去一道成本2500块，即马爱开4500块。不过爱心袂当等。当然，现在的物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从一开始一桌是2500开始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在成本在4500块左右。那当然说，虽然成本一直增加了但是其他不足的部分都会由我们竹联市跟达摩慈善功德会这边来吸收。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办下去。绿色团体目讲受到大环境影响，今年来自社会关注也比过去减1/3。往年的话，我们大概有一般的捐赠啊，大众的捐赠大概有60-70万，所以大概锐减了1/3。我们不是营利组织，所以很需要大众的捐助。除了青草好食的料理以外，佮安排活动，让大家有食，佮有表演通看。主办单位讲，虽然做爱心的成本愈来愈悬，不过未来也是会继续办落去，为社会做出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个富人人去年去到诊所做手术，把这子宫肌瘤切掉，却发生肠啊破缸的问题。伊是搁再走去大间病院做3届手术，开上100万。这站医疗纠纷，台北市卫生局调解无成立，目前正在拍官司。这位女性伫去年6月到台北市内湖一间诊所，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发现有超过5公分的子宫肌瘤。了后，伫问诊医师的安排之下，伫7月中进行子宫镜射频消融的手术。女性表示，手术了后疼到身体拢稳起来，不过诊所讲会当出院，转去厝了后疼到前往教学病院急诊。
肠子破洞了2周才开刀，导致我病情恶化，差点休克。我肚子当时痛到打吗啡都没有用，也因为肚子太胀，没有办法躺平，每天坐着睡觉，真的生不如死。我住院一共41天，每天不能吃不能喝，全身插着管，忙着机器。施小姐表示，互急诊诊断出腹内有长空气、腹内有水、肠仔破空等等的症头。伫原地诊所医师的建议之下，转到另外一间教学病院，住院10外天，病情继续恶化，紧急进行破腹探查甲小肠的修补手术。后续又搁到教学病院检查，进行2届子宫粘连的手术，加强4届的手术，开买8万块。也那施小姐经过病院检查，发现讲腹内的子宫肌瘤竟然搁低咧。施小姐指出，医疗团队态度冷淡，甚至连医调家己的病历资料拢受到阻挡。我们一定不会去推卸这个责任，但是真的，因为你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也讲不出来。但是你如果不去做这个手术，又不可能去受伤，对吧？所以那一定还是我们会去负这个责任的。至于说病历他不愿意提供这件事情哦。那本局也已经去函给这个诊所做一个行政指导，那我们就要求他说，这个病历的提供是诊所的义务。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经过卫生局伫中调解，因为双方意见差伤济，调解无成立，由司法调查当中。也那诊所是发出声明，非常遗憾发生这个状况。本案进入诉讼庭书当咧侦查当中，责任的归属交由主管机关甲专家学者来认定。本院会尽力协助，以便双方来调解。记者综合报道。去八关山上行撞到高山症，就这医疗院所要来提升这救援的量能，对于外国买三套随身在甲压舱，要关护这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当替患者争取到救援的时间。线路大好，医疗团队嘛是去得到玉山，早医疗设备嘛要确认山顶的 PIC 加压舱正常运作。这个外形敢若红色加盟公仔，会当随身载加压舱，都是提供山友消透高山症的好帮手。除了捐赠之外，我们也办了教育训练，让高山去登山的这些山友们都可以有能力来使用这些 PIC。医疗院所即摆向国外采购3支下当炸的加压舱，关乎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各举办教育训练，希望提升救援量能。高山症的患者倒入去加压舱，操作者是卡达碰布来灌气，增加舱内的压力，等于是海拔落去到1500公尺的环境，会当消除因为高海拔的环境造成的无爽快，嘛会当替患者来争取救援时间。是比较安心嘛，因为如果说在山上，有时候有些地方不是可以马上有状况就可以下撤。虽然目前我们的山屋都已经有建置这个 PAC，可是这个潘云山庄还有元丰山屋，甚至北峰这边，还有现场塔尔加管理站跟潘云山庄，这个都常常会发生高山症的状况。救管处讲，目前园区内拢总设置18支，包括16个山屋，含塔塔加白云2个游客中心，但嘛是有瓦拉米、鹿鹿2个山屋无设置，嘛会偏过调度来增加救援量能。爬山的导游讲，山友入山进前的自我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到了以后，这个环境你待个1个小时、2个小时，你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就可以马上下山。上次2个小时，我这次可以2个半小时，甚至3个小时。有不舒服就下山，他人适应是会越来越好的。爬山导游讲，高山症的预防，除了要靠爬山者评估家己的能力，呼吸和体力的调节嘛是重点，会当一步一步慢慢来训练。但是伫爬的过程中，若是无爽快，嘛是要较紧落山，避免状况愈来愈恶化。记者综合报道。爆米花是早期农业社会真普遍的死手啊，要放的时阵呢有嘣一声，而且还有香港的香味。家己大拿到学校呢，用这爆米花做主题，邀请家己种米过来爆米花的农民，向这学生囡仔介绍台湾在地米花，也当了解到这米会当变做是什么款的物件。
农民摕稻啊，向学生囡仔来解说为切啊到白米的过程，让学生了解糙米甲白米之间的无共甲运用。家己园农会推广食农教育，邀请青农来学校讲米的知识，嘛用爆米香的方式，让囡仔来体验什么是美食加工。爆米香这个，会使讲拢足少的啊，这是古早味吼，所以因这个食农教育吼，借这个机会，互因看到这个爆米香的过程，嘛是真好的。所以囡仔嘛拢感觉足趣味的，嘿。烧解米香的材料较功夫，解说较早农业社会米香的故事。老师讲，爆米香是较早农业社会的食米，今麦咱用食农教育方式来传承，有声音以外，佫有芳气，互囡仔哪食哪学，佫较有记忆。较早咱的小朋友可能会使食到尔，但是无我有看到规个过程，会使佫较了解到这个文化，然后会使知影讲咱的米其实是足珍贵的，会使变做足济咱生活当中的美食。学着安怎种稻仔的方法，佮食着好食的米香，佮听着迄声蹦的迄声真趣味。学校表示，爆米香的过程对即卖学生囡仔来讲是一项真特别的体验。透过这个机会，嘛，互国小甲高中的学生对美食的加工甲文化有新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这几年，袂少博物馆、海参馆拢开放过暝体验的活动，希望揪近甲民众的支持。彰化县立美术馆到今也成立10年了，要特别推出着这美术馆过暝活动，搁再安排囡仔人会当学木工版画，真难得伫咧暗时啊来踅这美术馆。学生也拢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体验。外口的天色已经暗嘛，原本应该休困的美术馆，数一群囡仔伫遮咧上课，邀请鹿港的木作师傅小解大木、小木，各版画老师和学生体验古早的印刷技术。传统的版画就是最古老的印刷术。古早进前，咱的烧金纸顶头拢有一个三仙迄个红红的图案，迄就是。迄叫做，迄嘛是拢版画的一款。今日要教咱小朋友吼，就是讲教咱的木作工具，互因知影讲咱的工具都几种，口刀、叉啊、锯啊、鉛笔、木工笔。过去民众拢是伫日式大细美术馆点睛的展览空间，嘛较有距离感。彰化县立美术馆特别伫成立10周年的日子，杀出美术馆暗暝活动，除了安排侪种的工艺体验，更较特别的是会当伫美术馆困一暗。一开始其实我有点害怕，后来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好玩。我觉得在美术馆过夜是很好的体验，然后刚刚老师教我木头的知识，我觉得很神奇、很好玩，也很有趣。这个囡仔不仅是当透过这个艺术体验工作哈，还有一些闯关活动来感受在夜间的整个美术馆的一个不同的氛围哈。文化局表示，美术馆除了是展览场所，其实嘛是艺术教育的空间，希望透过过暝的体验活动，让艺术走入生活，求活美术馆甲民众的距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剧团呢特别把这布袋戏啊，个歌戏两种传统戏曲结合做伙，伫咧舞台顶头来演出。因就是希望讲这传统戏曲会当有新模样，吸引到无共款的族群，大家做伙来剧场看戏。黄环社将军阿早要接受阎罗王的审判，演员伫咧台顶演出，也有布袋戏翁仔做伙播戏。这出戏阎罗就无心，甲歌戏甲布袋戏两种台湾传统戏曲结合做伙共台演出。伊反正是歌戏的族群，但是伊无了解布袋戏，即摆可能有一寡是布袋戏的族群。无啥了解歌戏，即部分伫阮遮吼，即摆的制作吼，会当拢有看到，有歌调为主体的即个布袋戏来做呈现，吼，这是阮的特色。既然有即种的歌调布袋戏，谁哪无爱甲歌戏吼，甲布袋戏做阵来做？要甲这两种戏种结合做伙，真人布袋戏翁仔大细身差真济，是上好克服的问题。剧团结合传统布袋戏舞台彩楼，甲舞台位低到悬，加做3层，互翁仔演员同时演出的时，更较有层次。
咱就该用这3个层次，就是有可能第一阶我就是一个人演的戏，可能占舞台1/2，后壁迄个就是咱会分做两个阶段，第2个阶就是吼昂啊。偶师，咱的偶师底下操控第3个阶，我就把我们布袋戏上较主要的材料，咱该放伫咧舞台 center， 后大家咧该看起的迄个层次安尼。这出戏是一个29岁的少年布袋戏艺师陈建林发想，由成立歌仔戏剧团每20年的资深歌仔戏演员简玉林做导演。因拢希望透过结合无同剧种，互传统戏剧有新的面貌，吸引更较侪无接触过传统戏剧的观众来看戏，互台湾传统戏剧通永久流传。记者阮谢桂林成北报道。伫咧玻利维亚西部的高地城市，有一排起伫咧断崖边的厝，大部分是当地原住民族艾马拉族的祭司伫咧祭拜大地之庙的所在。不过这几年因为这极端气候影响，一寡厝的地基是嘛是看乾乾，随时拢会倒去。有一寡祭司是用宗教理由来回应，讲因无要搬，未来当地政府将有可能会甲因强制驱离。伫厝的后壁都是90度的山坎，若是一个无细日，就会落到去谷底。这是玻利维亚西部的高地城市埃尔阿尔托，这伫溪坎边仔的七彩铁皮厝顶下骹，大多数拢是住当地的原住民艾马拉族的祭司阿马乌达，因专门是咧拜帕查妈妈，意思就是大地的老母。对这祭司来讲，虽然讲这厝互当地的人叫做是自杀厝，随时拢有可能落一场大雨，伊就无去啊。但是因犹原是无愿意搬走，因为这是因心目中的圣地，嘛相信大地之母会保护因。Nosotros no vamos a movernos porque aquí vamos a estar trabajando siempre. Eso sí, nosotros vamos a cuidar el agua, lo que llueve, a veces le vamos a empujar a aquel lado para que resbale rápido. Si algo quisiera pasar en este lugar, si quisiera deslizarse, podemos pues hacer una huerta. Un pago pagamos y nunca se va a mover la tierra. Porque la Pachamama necesita una huerta, un plato que le demos, entonces pues no se va a mover pues. Entonces más bien se va a estabilizar ese lugar. 但是当地族人的信仰和官方的政策有冲突，尤其最近几年，因为受到全球暖化和一直落大水雨的影响，山坎顶外的厝的地基已经看甲真清楚，变做袂当住人的危楼。当地政府今年3月就捌通知居民搬走，那居民一直拒绝，恐惊上尾会互强制撤离。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1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